今日喺屋企招待咗幾位從灣仔過嚟嘅 friend， 咁好多人問我點解唔喺香港揀個會所去招待呢？因為喺香港呢類場所往往就代表住商務，而喺呢度即係我哋屋企呢度，代表嘅就係我哋自己人。咁有啲 gathering 從來只邀請嗰10% 同頻嘅人。香港人對生活一直都係好挑剔㗎，好似安保夠唔夠嚴、圈層夠唔夠 pure、服務可唔可以達到半山嘅標準等等。珠澳灣之所以可以成為香港頂流嘅第二主場，核心就係佢提供咗一個高端圈層嘅 social 場地。住喺呢度嘅人，身份標籤一早已經自動對齊咗。同內地唔同，香港人嘅 social 更加講究效率 elegant， 好似喺藝術展入邊傾融合，喺下午茶入邊傾信託。珠澳灣呢種同頻嘅圈層優勢被無限放大咗，大家有相似嘅邊界感、審美、background 同價值觀 context 完全對齊，好多嘢根本就唔使多解釋。生意、效率、奮鬥呢啲命題就留喺香港啦，而我會將更加純粹同頻嘅 social 放喺珠海嘅珠澳灣呢度。講到底，最好嘅資產就係同你同頻嘅人喺埋一齊。珠澳灣，我覺得就係一個咁樣嘅地方。